依家係交互答問環節，發問及回答前，辯員會有15秒嘅準備時間。首先由正方第二副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第二副辯發問。有分同我哋頭先提到好多嘅例子，就好似凱旋門同埋呢啲嘅頤和園等等。但係有同學，你認唔認清佢哋嘅性質咧？佢哋唔係活化，只係保留啫。有同學係咪認為活化就淨係將佢哋保留，而唔加任何新嘅元素，就叫做活化咧？多謝。反方第二副辯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第二副辯回答。試咪。有方我今日真正嘅活化係乜嘢？係要政府負翻起佢嘅財政責任，大力推廣同埋將佢周邊嘅設計特色改變翻，切合翻整個嘅歷史內容啊嘛。今日我哋見到咩？美荷樓嘅 H 型徙置屋設計，中間嗰一橫啊冇咗 H 型，唔係再 H 型，我哋仲知唔知道佢當中嘅意義啊？再者嘅時候，今日我哋見到入邊徙置屋嘅設計原來經已打通晒嘅時候，一個擴展咗嘅旅舍房間，又令唔令到今日呢一班青年旅舍入住到嘅時候，知道翻佢哋原本嘅意義呢？唔能夠嘅時候，今日呢一種活化究竟係保留原有格調啊，定係話係只係純粹將佢哋拆咗，重新去將佢哋改建成為另一個用途，荒廢咗佢整個嘅歷史意義啊！多謝各位。反方第二副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第二副辯發問。有分學今日原來做啲展覽，放翻啲其他人嘅藝術品就可以突顯到佢歷史價值。咁我想問有分學，薩凡納嘅藝術品點可以令到大家知道北九龍裁判法院有啲乜嘢係有關於我哋香港戰後司法制度嘅發展史呢？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副辯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第一副辯回答。首先多謝有方同學嘅提問啦。其實頭先你哋講到北九龍裁判法院嘅呢個嘅例子，其實薩凡納呢個學院佢講明佢係會保存所有嘅原有嘅牆壁裝飾同埋建築特點，呢啲正正就係佢嘅歷史價值。北九龍裁判法院佢裁判嘅呢個角色已經喺歷史之中已經消失咗啦，因為而家已經有其他嘅法院可以取替，但係佢嘅建築特點，所有其他嘅特點已經保留住喺度，而且仲會係有展覽去再俾公眾去更加去清楚呢啲咁嘅嘢。難道咁樣唔叫保留咩？而我哋加俾佢一個新嘅元素，可以有學院喺入邊營運嘅話，咁樣其實唔係一個好好嘅方法。時間結束。正方第一副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第一副辯發問。有方同學，我哋今日可能你唔係好清楚呢個計劃嘅詳情，其實係社企同埋政府嘅一齊嘅合作。政府當然會撥好大筆嘅款項同埋資源同埋意見去俾呢啲社企，而社企就運行佢哋嘅計劃。咁樣點解唔可以達到我哋嘅目的呢？點解你咁樣稱作商業元素呢？反方第一副辯回答，準備時間開始。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第一副辯回答。試咪。嗱，好多謝有方嘅問題先。嗱，有方今日同你講話自負盈虧。喂，嗱，我哋就睇到，原來陳智思自己都講好多嘅計劃就係因為做唔到，因為財政問題，因為做唔到自負盈虧而落選啦。嗱，有方同學，今日我哋見到其實最大問題就係加入自負盈虧呢一點落去。嗱，今日我哋見到你所講嘅6個建築物，佢本身嘅旅遊價值唔高。嗱，咁啲建變相嗰啲建築商，佢要去做到自負盈虧嘅時候，咪要拆入邊嘅嘢咯，咪要拆入邊嘅嘢，然之後去達至商業嘅元素，去吸引人嚟咯。咁樣嘅時候，點解唔係破壞咗歷史建築嘅特點咧？嗱，我就想問啦，今日我哋想睇不久嘅例子，我哋想睇嘅係佢本身嘅。多謝時間結束。